接下来看这2024年总统大选，想要争取国民党提名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，昨在咧演讲的时阵有讲出，爱甲这政府当作是企业经营，免受机会监督，甚至讲高雄就爱去核电厂等等的言论引起争议。落被郭台铭也透过面册来公开回实体。新北市长还有义表示，这核案甲核废料拢要处理好好势，才当考虑讲敢要来用核电。另外，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昨暗有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顿做会参加 FAPA 案会，副总统赖清德是搁再强调有准备，才当避免战争。咱的行政效率有好不？那面对很多问题有没有做好准备？我们来做，会比别人做得更好。新北市议会总质询被问到为什么会有承担重大责任的意念，侯友宜是讲行政效率才是关键，中央无应该考虑选票、颜色、党派，国家才有机会。因为这个表态被政府国民党定调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伫出席演讲时阵讲到，希望将政府当作企业来经营，免议会监督。也讲到要伫咧高雄的半屏山脚做核能发电厂，相关的言论引起争议。半暝赶紧发文替家己的讲法道歉。一切核安核废料要做好处理，我们才能够来考虑我们要不要有核电的这个问题。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。因为民众党主席郭文典伫最近结束长达20天的访问美国行程，返来台湾，传讲崔立下昼将会派幕僚到中央党部领表。崔议案，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、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顿共同参加发拍案会。咱希望会当台湾会当伫个印太地区发展关键的力量，会当扮演最主要和平发展的角色。蔡总统伫咧致辞时阵强调，台湾将甲世界各国民主阵营合作。副总统赖清德是重申，准备战争才当避免战争。希望台湾会当伫印太地区发挥关键的力量，甲世界民主阵营合作，互中共唔敢轻举妄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